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薇，欢迎再度收看《微笑讲客语》，咪咪笑讲客家。我是英文老师，今天不教英文，今天要来学客家话。有一首客家歌谣呢，叫做《水妹暗讲》，就是小姐小姐你真漂亮。我们常在国内的综艺节目呢，听到主持人有时候会开玩笑唱，其中有个歌词是这么说的：红红的嘴唇，啪啪的牙齿。我在讲什么呢？红红的嘴唇就是红红的嘴唇。啪啪的牙齿就是白白的牙齿。哎，这里我就想到了，我们要形容一个人的时候，都是从他的脸上的五官开始，用五官来赞美一个人呢，就很容易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学相关的客家话，先从头拿毛开始。头拿毛就是 hair。哎呀，糟糕，我怎么讲了英文了呢？ hair 就是头发。头拿毛就是头发。好，再来啊，最近很流行染头发。那么染头发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娘头拿毛。来跟我念一次。念得非常的好。好，头发下来呢，我们要讲什么呢？额头。对，额头呢叫做额头。额头。好啦。很有福气，就是额头长得很好很饱满，叫做好额，是这两个字，但是要这么念哦，后娘，后娘。这个人懂后娘，意思就是指他很有福气的意思。再来，我要讲眼睛喽，眼睛叫做目珠，目珠，不要偷笑哦，要跟着我念哦，目珠。对，就是目珠这两个字，眼睛。好了，如果有人说目珠冇神冇神，那么神就是神这个字，眼睛没有神没有神，就是指他要打瞌睡，他要睡觉了。哎，看我的节目绝对不可以说爱董上爱读目水，那徐薇老师会哭出来哟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了一些五官：头拿毛、额头、目珠、读目水，学会了吗？我是徐薇，下回再聊喽，安自 say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